壽昌戲官。宋朝時候，有一個人姓朱，名壽昌。喺佢7歲嘅時候，生母劉氏受到嫡母嘅妒忌，將劉氏出嫁到其他嘅地方。從此母子倆就隔絕兩地，足足有50年咁耐冇相見。朱壽昌屢次訪求，但係總係揾唔到母親嘅下落。喺神宗皇帝嘅時候，朱壽昌已經50幾歲啦，而且亦做咗官。但係佢因為思念母親嘅緣故，就決定辭去官職，到陝西去尋找母親。同家人告別嘅時候，對佢哋講：我要出去尋找我嘅母親，如果揾唔到，就發誓唔再返嚟啦。佢日行夜宿，走尋咗好多地方。當佢喺陝西省同州停留咗幾日，果然機會湊巧遇到咗母親。呢個時候，佢嘅母親已經70幾歲啦。朱壽昌就歡天喜地嘅將母親接回家中，並且又迎接咗同母嘅弟妹到家裏面一同居住。壽昌離母，歷50年，戲官尋覓，骨肉團圓。朱壽昌年7歲，生母劉氏為嫡母所妒，出嫁，母子不相見這50年。壽昌屢求不獲，神宗朝，戲官入巡，與家人決，誓不見母不復還。行至同州得知，母年70餘，壽昌乃迎歸，並迎其同母弟妹共居筵。